期仲係繼續夕爺同埋 Y 文嘅主題，林夕同黃偉文嘅純。林夕同黃偉文寫過令人神傷嘅作品，又寫過令人輕鬆冇咁大負擔嘅作品。而跟住落嚟呢，我哋會講一啲佢哋稍為輕鬆啲嘅作品，嗰啲純潔簡單嘅小情歌。講起簡單咧，首先我第一時間諗到嘅係 Y 文01年寫俾 Eason 嘅不知所謂。呢首歌嘅歌名咧係有意為之，佢放喺呢度並唔係一個貶義嘅意思。搞怪嘅 Y 文今次唔係用呢一首歌嚟奚落人，而係講述咗一個兩小無猜嘅故事。不知所謂嘅故事可以幻想出咁樣一幅畫面。喺一個夏夜嘅傍晚，飯後散步，送女仔翻屋企嘅男仔一直同呢個女仔談天論地。男仔搏命去揾各種各樣嘅話題。佢見到天上嘅月亮就同女仔講跳水嘅事，見到街邊嘅床寢用具店就開始同女仔講遊花園，講天氣，講衣着，講手機，講北美洲。無話不說嘅兩個人行到女仔屋企樓下嗰個路口，其實一路上男仔都喺度費盡心機，想將話題引到去感情上邊，但唔知點解佢就一直唔敢開口，小心翼翼咁樣同呢個女仔講世間萬物，但係就唯獨欠嗰一句我愛你。男仔又點知女仔其實一直都喺度等緊佢開口呢？我幾中意呢首歌噶，係因為呢一種當心中有戀愛感覺嘅情節，我哋一定或多或少都有經歷過嗰種彌漫喺猜測同埋不安入邊嘅小情緒，嗰啲以朋友嘅名義將感情收埋喺食飯傾偈散步下邊嘅內心抖震。當聽到不知所謂呢首歌嘅時候，都會經常諗起以前經歷過嘅呢一種溫馨。簡單嘅吉他，輕輕嘅鼓點，若隱若現嘅 saxophone， 再加上 Eason 慵懶嘅聲調，以及呢一個喺捅破窗戶紙邊緣嘅戀愛故事，令不知所謂呢首歌充滿咗天真溫暖嘅感覺。咁樣嘅 Y 文，你哋話幾簡單幾可愛？在月兒面前講跳水，在大床面前講遊花園，談及荷里活，會說到字母通，直到讓你沒醉不作聲。講天氣講到起重機，講衣着講到天涯歌裏，談及圖書館，會說到下意識，就似沒有話對你不說。由手機講到雞尾酒，由番茄講到北美洲，笑我衝出口多於足夠。由巴哈講到將進酒，由光纖講到於素秋，說到愛侶同樣是好友。我沒覺轉彎走到這個路口，我卻沒有講我很愛你。咁樣嘅簡單同埋可愛，夕爺都會有。喺幸福摩天輪入邊，林夕都打造咗同樣風格嘅故事。喺呢首歌入邊，夕爺描繪咗一對情侶喺摩天輪上邊流連忘返，無數甜蜜蘊含其中。不過其實呢一首歌咧，原先唔係咁噶。有一次傾起呢首歌嗰陣，夕爺回憶起當時寫呢首歌嘅經歷。本嚟聽到旋律，佢嘅第一反應係去寫一首好悲慘嘅歌曲。曾經相愛嘅一對戀人，天人兩隔，女仔死咗，男仔只可以喺玩摩天輪嗰陣獨自一人紀念呢個女仔，紀念同佢有過嘅嗰啲幸福。
如果真係按照咁樣嚟填詞嘅話，可能都可以成為一首經典之作。但係幸福摩天輪呢個歌名就變成咗喺你心口好出力咁插咗一刀嘅曾經幸福的摩天輪。好在林夕仲係想配合當時 Eason 呢一張名為《幸福》嘅大碟嘅主題，專輯講述嘅都係同幸福有關嘅故事，所以臨到尾呢，最後都係改成咗而家呢個版本。喺最終版本入邊，故事就冇咗後半段，全部變成咗情侶之間嘅小幸福。不過林夕仲係喺字裏行間埋咗啲驚險。喺呢個幸福摩天輪入邊，其實都仲係有個少少驚心動魄㗎。例如沿途就算意外脫軌，多得你陪我搖曳。好在呢啲都唔係真嘅，就將呢個故事當成係林夕本嚟想寫嘅故事嘅上半集啦。追追趕趕，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後與你執手相隨，甜蜜中不再畏高，可這樣跟你蕩來蕩去，無畏無懼，天荒地老流連在摩天輪，在高處凝望世界流動，失落之處仍然會笑着哭，人間的跌宕默默認數，當生命似流連在摩天輪，幸福處隨時吻到星空，經歷之處仍能與你互擁，彷彿遊戲之中忘掉輕重。如果話幸福摩天輪入邊嘅純仲唔夠嘅話，咁樣喺同張專輯入邊嘅另外一首講述幸福嘅歌，其實先算係絕對純嘅幸福，咁就係時光倒流20年。童年你與誰度過，聖詩班中唱的歌，再哼一哼可以麼？當時誰與你排着坐，白色恤衫灰褲子，再穿一穿可以麼？遺憾我當時年紀不可親手擁抱你欣賞，童年變相識，餘下日子多閃幾倍光。誰讓我倒流時光，一起親身跟你去分享，能留下印象，閱覽你家中每道牆，拿着你歌書與你合唱。林夕喺呢度呢，耍咗一個小聰明，用一個咁煽情嘅標題寫咗一闕回味悠長嘅輓歌。童年係幻想入邊最美好嘅嘢，而現實往往都係不盡人意嘅。翻開細個嗰陣嘅相，我哋會對住當時嗰個自己開懷大笑，但係跟住我哋又只可以黑埋口面面對周圍嘅社會。強烈嘅反差會令人更加懷念童年嗰段時光，因為佢至少可以證明而家嘅自己居然都曾經咁天真無邪過。所以時光倒流20年，我哋可以重溫嗰啲快樂回憶，可以修補嗰啲曾經留低嘅唔可以更改嘅遺憾。閱覽你家中每道牆，拿着你歌書與你合唱，如此種種已經足夠。咁樣一種懷緬過去嘅態度，我之前從來冇喺任何一首歌入邊見到過。我仲記得當年第一次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嗰種感慨同埋震驚，以及隨之而嚟嘅沉浸其中，真係深深為之折服。更重要嘅係用呢種角度去讚賞自己傾心嘅人，以時光倒流20年，睇住你屋企每道牆上面嘅海報，瀏覽住你每一張影過嘅相，攞住你喺唱詩班入邊嘅歌書，同你每個禮拜一齊去教堂合唱聖詩。
甚至連喺學校入邊同你一齊坐嘅同位，都會令我偷偷地咁樣妒忌。你6歲那天已是我偶像。讓我倒流時光，一起親身跟你去分享，遺憾印象沒有你家中那面牆，拿着你相簿，從頭細看，你6歲當天已是我偶像。林夕嘅呢種情懷喺01年謝霆鋒嘅《玉蝴蝶》入邊得到咗進一步嘅延續。謝霆鋒當時同監製黃雙進一齊輾轉7個國家，同上百名嘅音樂人一齊合作，用咗大半年嘅時間先至做成咗呢一張大碟。做呢啲事嘅時候，當時佢都未夠21歲。玉蝴蝶嘅製作預算係150萬港幣，喺金融海嘯之後嘅低谷時期，可以為一張唱片開出呢個數字嘅製作費，已經算好好噶啦。而謝霆鋒希望將每一分每一毫都用喺音樂本身。佢第一次向唱片公司提出，可唔可以唔好影海報，唔好將自己個樣印喺 CD 封面。唱片公司當然唔同意咁樣嘅冒險啦。嗰陣時淨係靠霆鋒嘅樣就可以等一張專輯賣到斷市，結果謝霆鋒就係咁硬頸。當呢張唱片賣到好好嗰陣，佢即刻說服公司發售一個限量版，而呢個限量版係全黑色嘅包裝，上面呢冇謝霆鋒長髮嘅相，淨係得一隻揮動住翅膀嘅蝴蝶，以及謝霆鋒玉蝴蝶6隻字。咁樸實嘅包裝係當時21歲嘅謝霆鋒嘅一個願望，佢希望大家可以從佢嘅花邊緋聞轉去佢嘅音樂上邊嚟。玉蝴蝶呢張專輯入邊嘅謝霆鋒冇現實生活中咁多八卦花邊，都冇打人豎中指爆粗口咁多嘢。玉蝴蝶嘅謝霆鋒以純粹音樂人嘅身份展現喺世人面前，而且真係好出色。就好似林夕為佢所填寫嘅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一樣咁出色。玉蝴蝶係一種植物，都稱為木蝴蝶，係因為佢外形比較似蝴蝶，所以有呢個名。玉蝴蝶唔止靚，仲可以攞嚟入藥。除此之外咧，玉蝴蝶仲係一個詞牌名，柳永啊、溫庭筠、史達祖等等嘅詩人都用呢個詞牌嚟填過詞。而去到林夕手下，呢一棵美麗嘅植物變成咗一個純粹嘅愛情故事。呢首歌曲由謝霆鋒自己寫歌，講述兩個人你心我知嘅一種默契。要是完全忘了姓氏，也沒有本身的名字，總記得神情和語氣，無字暗語，你也心中有知。試問天下有幾對情侶唔想做到呢一點？林夕想憑藉住玉蝴蝶同聽眾講一個道理，一段感情係唔需要有太多嘅束縛，靈魂化作法語日語，同樣也是靈魂。唔理你講乜嘢語言，你嘅本質都係唔會變噶。長城變作世界名勝，同樣也是長城。無論你同佢係咩身份、咩地位，只要你哋相愛，就咩都可以。好顯然，玉蝴蝶歌詞隱隱約約係林夕寫俾當時熱遍全球嘅風飛戀嘅一個側寫。林夕希望謝霆鋒可以勇敢咁樣對抗全世界，就好似《飛女正傳》入邊所講嘅咁，世界將我包圍，誓死都一齊。所以林夕通過玉蝴蝶呢一首歌，用咁樣嘅角度去寫出一段戀情入邊雙方嘅勇氣。呢首歌曲係謝霆鋒首次嘗試同埋管弦樂團合作，佢同北京愛樂團完成咗呢一首歌曲嘅錄製。喺管弦樂嘅鋪排之下，呢首歌嘅編曲大氣磅礴，而曲中嘅情愫就又簡單又純粹。咁樣就係21歲嘅謝霆鋒喺各種光怪陸離嘅花邊新聞背後，一個認真做音樂、認真唱歌嘅謝霆鋒。喺謝霆鋒啱出道冇耐嘅時候，如果同大家講我好中意謝霆鋒，當時可能真係會俾人笑。謝謝你的愛1999咁樣嘅歌有咩咁好聽啊？而家我可能就會嘗試住用玉蝴蝶
以及同玉蝴蝶同一張專輯入邊嘅歌曲，例如《潛龍勿用》、《孔雀》、《停電一日》等等，嚟推薦俾嗰啲唔熟悉佢音樂嘅大眾。我覺得好嘅音樂，無論幾時聽都唔會遲。時過境遷咁耐之後，再聽呢一首《玉蝴蝶》，真係有太大嘅感慨。當年嘅謝霆鋒已經好耐冇出過音樂，轉戰去拍電影，然之後再轉戰入廚房。但係真係咁啱，真係就喺我錄呢個節目嘅個零星期之前，佢開咗佢咁多年以嚟嘅第一場 concert。當時我仲喺網上邊睇到有人拍到王菲出席，而且就喺謝霆鋒唱《玉蝴蝶》嘅時候，見到菲姐喺嗰度跳舞，我就會覺得其實兜兜轉轉，愛情仲係咁純粹，咁值得令人相信。當然啦，關於霆鋒同埋王菲嘅故事，我哋之後仲會有好詳細嘅篇章去講。但係今日我仲有好想去感慨一句：你那裏是蝴蝶，然而飛不飛一樣美。你哋覺得嗰個飛係邊個飛？如何看你也似樹蔭，如何叫你會有共振，靈魂化作法語日語，同樣也是靈魂。如何叫你最貼切合襯，如何叫你會更興奮，連名帶姓會更接近你，還是更陌生。要是完全忘了聲線，也沒有本身的名字，總記得神情和語氣，無字暗語。你也心中有知，我叫你玉蝴蝶。你說這聲音可像你，戀生花也是你，風之沙也是你，怎稱呼也在這個世界尋獲你。你那裏是蝴蝶，然而飛不飛一樣美。古司機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這稱呼配合你才會像和蕩氣，改得多麼入戲。飛不飛
入戲，